从不呀哈啦，你妈呀妈的天从不呀哈啦，那后拉上不的怎么呀的，哈哈都是你拉的，我家呀哈啦，你妈呀妈的天我家呀哈啦，天天看见过的怎么呀的，哈哈都是你拉的。天天看见过的怎么家的，哈哈都是你来了。Zain na so eta karma chemi kave etame zain ba me champa me etame ko shoba ngabo lang gomo tsabo ni na ra ko oya kable jam na so yum pa chang chang yen ha jala re khan ni lok chung ta ma jam ne su ya to me shabji dibdi ta shabji dibla te go ri me te na bi jo ma de tu a ta shabji dram na ta so do gomo chang chang yen oya ta na re to ko so 대인도 치기 가시게 세컨드 와더란 가서 갈세고 그랬으니 커피만 완친 통제돼서 통고사래시 잡조르고 사래시 코키 쳐조고도 사자가 사카로 고르모 타모팅도 콜 잡조르고 사래시 드나케 삼노도 요로 말다 드나세야 요 말다 녀시녀 메다 되기자데 문에다 가시게 드나세는 뭐 나제 요나 드나나레스 제메나야 드나나레스 유네야 나케 레카 강시레 자와 강시 드람노다 Rangni ke sam de batang, jin de batang ngak lega yu. Ma ke chat zong sa da, sam nge te lega de lega mesi. 这干的怎么着的？马肉多没事，真的。这个多少钱？这个我算一下啊。加油，6个是几个？那什么多的？嗯，不是，是这一样的金子。我看一下，这个有，这个重得很啊。这个太大了，嘎子这把都做得好，啊。带小的，啊。带小的，啦，也是这里的。说你们接住嘞？嗯。drama。老家庭。嗯。咋你？嗯呀。三个嘎巴一杯。三个嘎巴一杯。三个嘎巴一杯的呢？黄金喜欢吗？喜欢。啊。喜欢。那要不我给你问一个话题，你回一下，我给你送戒指行不行？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产品不？产品吗？嗯。知道一两个。哪个？知道哪个？真的？我抢过不？啊。我抢扎西。像什么三个这个嘛对的？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的话，问一个真心话可以不？可以。啊，谁能给家写过那的？问啥兄弟们，公屏上答一下啊。你说的话，我给你送一个戒指嘛，可以吧？这个也是我们在康定买的吧？这个周什么？周大全那里买的，周大金那里。你们说我们问啥呢？啊，兄弟们，你们说一下。幸运顾客吗？给他戒指，我知道。你们说问他啥呢？啊，兄弟们。不说的话，我直接送了戒指，兄弟们啊。不说的话，我直接送了戒指，兄弟们。啊，也当起给呗。会唱歌吗？啊，唱歌是不是？是呀，笑，唱，有没有男朋友噻？他们说，有，你看嘛，唱歌嘛，唱歌我给你整戒指。不会唱，随便唱嘛。你唱一首歌你就拿戒指了，可以是不是？唱什么？男朋友有了，结婚了噻啊，兄弟们，他们说耍了几个朋友噻。
只耍过一个，他们说不信啊，是吧？真的吗？呀，唱不唱嘛？唱。呀，唱，学人不唱，那最学么？呀。还是冲干。呀，不能当的怕这个没。还是冲干么？小在俺有点当，不行，就只会唱这两句。哎呀，他这口就是嘛，就他们那个接着这嘛。你男朋友给你送过戒指没有？为啥不送呢？我靠，还给他耍啥子嘛？是不是？呀，瞧着不？呀，俺公记的不能戴吗？这样子，能不能戴？可以戴不？可以戴。万一你男朋友看到了怎么办？呀，我还是送给你吧啊，是不是？呀，你注意的，走了啊，别忘了点关注啊，我过几天要来。会员，啊，所以你的小优惠生意。就老对，别给美妈不点的，你给他们说吧。啊，关正气。啥的？茶杯。你妈那啥抢着一丢。谁个杯子里面的？保温杯。金杯子嘛，我买金的嘛。谢谢你照顾。意思是兄弟们，我今天在他们店里买了那个黄金，然后他们黄金店说以后报我的名字，价格便宜点，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哦呀。要是白马王亲的粉丝，我们就给他一个优惠价。呀，扎西得了。冲呀，学啊，去错。直接从优秀。呀，让他菩萨太晓得。来，兄弟，我们就说普通话，可以吧？说普通话没学的。家给没现在的，就要那么的呀。就没成那个人了，请这些来干的家来牛哟。哎，离开他那个。啊，离开。啊，上次你知不知道他那个离开那个？从制作中去的呗，装修中去。哦呀。同行人都啊，俺装修中去的，不预备。啊。不预备，俺牛预备。有没有孩子？有。俺牛不干脆。啊。俺牛有说这个，俺牛，写了有那人。有那。写了干脆有。写了什？瞧老干脆。你是啥子？瞧给我拍刚的嘞。没写拍没。啊，就是拍的呗。哦呀。瞧我给我那边电车的，帮我引导这话解决有。这是哪个？呀，瞧写了高才女的你妈的，就我爱这个呀。你选我买单，去。妈的，还过来的，那你就给，就写了嘛那的呀，就写了高才女我爱这个噻。老板，这老板谁？老板，加油！啊，时间到了没有？时间还没到，可以拿哦。蓝公蓝。鞋子。好，到了啊，时间。老板，自己家不是了，可。老板，这个算一下账，可以吧？这2个鞋子，然后，呀，老板说的。可以吧，兄弟们？问他，你觉得白的？去带人俺没干这有啥的事？现在我能咋接？没看差的么多人啊？
这两天网上都说啊，没看差的一些这个东啊。你先算账啊，算完了之后打小让他自己等一下选。这个鞋子多少？这个一个。啊，呀，咱们打动节有那来的。家的俺就什么家的呀？啊，这个这的。啊，那什么家？啊。个帮忙就看嘛，呀，趴开。嗯。家的俺就一边俺就来算。啊。家的你些。呀。嗯。嘎车来说，大嘎车来说，就这家的。啊，1000多少？算了，你重新再算一下。你自己算一下啊。你呀，家的你些，你家一不家的俺不家的你些，家的俺不什么家？没事，就是把钱付了，等一下让他妈妈自己重新选嘛。1160我给他了，知道吧？你等一下重新再选。他告诉我，哦呀，扎西的嘞，先把西本他交出来，他先不着跟那里做的，俺关注去呗。关注节目的这个没拿过的，看这大的，我看一下他给关注了没有？对有些关注没那大概没点关注的话，把这个钱就不付了。你们说行不行嘛，兄弟们？啊，你关注了没有？我，啊，我看一下。扎西的了，哥，扎西的了，哥，掏钱干挣钱。我拍差不多肉钱的。哦，俺肉钱呐，没说不能这个就中这个的，真的爱。啥时候？没说不能。能。哦呀。啊呀。肉钱点钱不说忙不大。那就我们说困难你看了娘不傻。拉说。啊，得去看吧，按照子的，都说俺就晓得。哦，对了。哦，对了。那俺的干啥个的？大佬的。垃圾包了，你们拉萨了，垃圾包了夹不啊？夹不。你们拉萨垃圾包了真的嘞？对。哦，地看了多的俺，对俺还可能嘞。哦，对。看你的杆子脏了都对俺还可能嘞。哦呀。那我们你看了娘不傻，啊，这恐怕要那俺说做这个那得去再学。呀，拉说。啊，你看吧。兄弟们，这个知道不？你们？这做的没了。没说不能。绝育做的。绝育才子有。绝育才子有啊，绝育才子有。呀。当俺看了啥子，怕去用你妈的做不？哦。就用的妈的。对。太起码俺说这话忙是做的。从我做这个那去来那。当俺看这用的就下。啊，就说大哥做妈的呗。俺没找到过了呢。大空的妈的啊。是。可能只人这话记得可了。是。我这的。哦呀。那多不。俺关注这边老板。啊。呀。俺年轻做的嘞。别忙往前。啊。呀，这是。啊。这是。啊。关注姐姐，呀，大家不的。啊。对。家了吃有。啊。刚过来有吃，忙不打死。家了家里种可以做了的。呀，太学的。太学的是。那零息给呗。那么累嘛？现在家了牛的嘛的，一档的。看的中介，你买啥产品的？呀，小干给的，小人不？这中介做的。干那的，他人不要的。一了嘛，现在俺就人家不现在真的嘞，啊，心里话说的话，要不要嘛？心里话喜欢说不？但现在娘的嘛的哎，对嘞，就不说句那俺让不家没吧，俺干了不要的，又不是我孩子爸爸，是不是兄弟们？对嘞，就。
아 말라삼 제레노에 삼전이너리 다 연다 맞으다. 자통네 저르기녀너리 어 미체다 또크리 니무이저거너리 저기 전기추 탁동데 장이 따고요 어 다가 할리바냐마 지금 학삼전 아직 가르긴다 니무가 타 샴심자 할리바이너 과전치고 레소 저 파이 강늘에 나 파이 스탄니 세르타존 어 너나 랩지 가서 제소 안다나 레이 타자 지르가즈겐 안다나 자마르치기 가르 사마치기요 뭐야 다와제 가세라그노 다 시가 다 직도디 똥 섬지요 바티무리 야야야 똥니다 되네 라야 볼레시게 왜 원래 보정 리미시야 지 지야 보정 리미시다 담배 시시게 왜 아 담배 담배 차리시 조리 야 담배 시시다 담배 시시다 아 담시 지나연 응 다 실습 오자 우타상가나가 초르타이 다가 니모년 존다 전에 학생전에 오너 할리바랑 다스게 나가요 다가 다 때랑 뜨고 우팀들 그런 진지모 응 다가 당을차 오빠이나 다가 땡고르나 식섬제지 요너 또하 식섬제지 요너 때이디가나 지금 촌다서 엄선나 또하 식섬 아머타 고르나 식섬 오빠상가 고르나 식섬 된당 자이 샤완디모 야갈리 오너 끝까지니가 치트 곰바니아 토 디모즈레 다가 코인다즈나 있고죠 지금 조카 감지기 동하고 있고죠 세동그 동하고 있고죠 회대모 와즈고너 응 다가 제가 아까 그지랑에 똑같아 레소 라트나 친지를래 아 또그제뉴 남버제뉴 삼제뉴쇼 내 친구야 그래도 다저 야, 다 치나. 깔리라 저 깔리라 가라 저 깔리 떴면인가 가래 나 깔래 요나 말해 어야 치 콜고 가르치에다 뛰아코兄弟 나그 짜그 꾸이 나그 고 가르치에다 뛰니 너 마냥 거자려 아이 줄을 점에서 조름 뭐 저요 사래죠 정말 뭐 요사래 하고 사늘에다 저 낚시멍아什么他一路这他什么他一路찍찍가 다딘 तगन 토르탈레 तग 자이그니 인디 총콩아 일리가 비지글리